看这车啊，再先进，也有更新换代的时候。有的时候啊，人跟装备匹配很重要，但有的时候，人跟人匹配更重要，懂吗？懂。调令调地学过吧？学过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收了欧阳俊的钱了？是。你差那5000块钱吗？你有几百万。你给我个理由，哪怕你告诉我你给大家伙买东西了。没有理由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收。应该收是吧？啊？可能他觉得自己过意不去了。一个敢送，一个敢收，真行啊！你们在这把荣誉当白菜呢？把钱还回去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当着全连给我做检查。第三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允许跑 CBD 路线。你要么安心服役，你要么彻底放飞自我去。退，该退的都退了，该学的也学了，该练的也练了，咱们该奉献的也奉献了，就当这2年上了个驾校，进了趟健身房。家主啊，我就不明白了哈，你把那5000块钱都寄给他爸了，你又不亏心，你是不是当好人你当习惯了？行，你别跟他说了，我找连长说。哎，你回来，干嘛？你还护着他？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。你图什么呀？他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那你知道最好的回应是什么吗？打他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也就是在部队我遵守纪律，这要在学校我现在就是在部队啊。可是，这也不妨碍你把会选单交给指导员吧？这样就水落石出了。丢人吗？丢不丢人？不丢人。夏卓，我问你一句，你说你，给了他多少次机会？你帮过他多少次？你数过吗？啊？你看看我，你看看易子梦，谁才是你最好的兄弟？我们俩。你帮过我们吗？我跟你说句实话，部队让我心热的时候，我是真的心热；可兄弟让我心凉的时候，我真的心凉啊。当年在学校和部队之间，我选择了部队，因为兄弟要来部队。但今天，学校和部队之间，我宁愿选择学校。你胡说什么呢？能不能好好说话呀？我同意啊。就是，你看梦梦说的。我同意联帮，我同意帮忙的说法。就他可怜啊，就他家庭条件不好，就他需要理解。我们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。不是，那你们俩希望我怎么办？啊？哎，我就非得跟欧阳俊死磕呀？
咱们能不能有一颗同理心？不觉得他有时候也挺脆弱的吗？再说了，我打他一顿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，大学3年，我们都在同一个寝室，在部队又待了这么多年，哎，我就非得把他往死里整啊？这样好吗？咱先不讨论把不把他往死里整，我们也不说他可不可怜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走还是不走？走哪儿去啊？天上！哎，梦，你帮我劝劝他，老着急呢，替你着急，我都。是，每年啊都是这个样，该走的留不下，该留的走不了。但是旅里刚刚开完会，大家也都知道，马上换新装备了，正是需要人的时候。你们在座的各位，几个月以后得走1/3。是。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，老同志要给新同志留发展空间。可是新装备的边学边练边测试，确实需要人手，确实需要像你们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兵。大家也都是老党员了，别的我就不说了。这次咱不搞摊牌，也不搞命令制，有想续签的，有想延长服役的，3位后找我。各位班长们啊，我们俩就是希望啊，大家回去呢，跟你们各个班的人才呢，能够好好的做工作，谈一谈，争取让我们把人才呢，尽量的多留一些。我知道，各位班长们在咱们这大山里面，有的扎根10多年，有的20年，啊，甚至一辈子了。我们心里面都清楚，这都是牺牲，这都是奉献，我们每个人都看在眼里。可是我俩现在也是没有办法，这新装备马上就要来了，啊，我俩真是不希望说咱们战刃连在学习新装备的这方面落后于全旅。行吧，这个事儿就先谈到这儿。说下一个事儿哈，旅里面啊，对咱们搞这个新兵入座、老兵把舵的新班长试行制度呢，非常的重视。这一来呢，能够体现各位老兵的风格；二来呢，新班长上岗，哎，老兵们离岗不离职，这种工作制度也是咱们的一个双保险。那眼下又到退伍季了，啊，老兵们一走，新班长如何无缝衔接各项训练工作，这事儿就很重要啊。所以今天咱们把新班长这事儿拿到桌面上议议。这之前也让各位呢下去酝酿很久了，对吧？这军改以后啊，尤其是这次建设咱们火箭军的样板旅，很多事情啊，我们也是第一次，都得摸索着干。所以在这个班长人选的问题上，希望大家慎之又慎，毕竟接你们的班不容易。都说说吧，啊，之前让大家下面也都斟酌过了，啊，咱们今天把人名一定，到时候执委会一开，人员一报上去，没什么问题就批了，啊，开始吧，都说说各班的情况。班长，你找我？忙什么呢？啊，看你天天钻图书馆，准备考学呢。咱们班不选新班长了啊。刚才啊，连里组织我们老兵开会，选了很多的候选人，你已经被排除在名单外了，这就是连里的决定。下周，也因为你那5000块钱的事儿，连里也不考虑他了。
班长，我给夏主5000块钱的事儿，我只跟指导员说了，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行了，这事儿啊，已经不是一件小事儿了。我来就是告诉你一声，不是小事儿。不是，我当时真的没有多想，我其实就是想，怎么就不是小事儿呢？好好琢磨琢磨吧。接。哎，我来，来，你来试试。哎呀，我也能单手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这不单手吗？这么发力啊！哎，来一块打，来，2打1，来吧。哎，来，夏主任来一起，一起玩啊！来，夏主任一起玩，别走啊！别走啊！别走啊！不玩了。等会儿。我跟你说呀，还好有你哈。哎呀，够意思。刷干净了吗？好。哎，给我插嘴，差不多行了啊。我又没得罪你们俩，哎，都这么多年兄弟了，不会还要脸红一次吧？那就红一下呗。不是联邦，你非得看我跟他再动一次手，我再关一次禁闭，你心里就舒服了？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咱们不跟他一般见识，行不？小主，你不跟他一般见识，那我们俩小心眼了呗。我心里已经够烦的了，能不能不要这么说话？咱们还是不是好兄弟了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啊，是不是兄弟？你对是兄弟的人兄弟吗？啊？你对不是兄弟的人事谦让？小茹，你以前挺爷们儿的，啊？怎么了？要考军校走仕途了？开始走人设了是吧？联邦，谁要走仕途了？谁要走人设了？你怎么，小主？我的手坏了，联邦的嘴也坏了吗？说的就是你，你不想得罪人，还自己背黑锅，然后装作一切若无其事假象，这就是你。你还跟那儿打开水呢？啊！你给我出去！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吗？让你出去！跟你说话，让你出去，你没听见吗？我要是不呢？我数到3，你不出去，你看着办。1、2、3，干嘛？都去动手！我的错行不行？我走人设，我怂了，我就喜欢天下太平，行了吗？行。
自动驾驶模式准备就绪。车外路况识别完毕，请选择行驶模式。自动驾驶模式3秒钟后启动。除紧急情况外，驾驶员无需任何操作。根据路况，车辆会自动完成提速、转弯、制动。驾驶员需密切观察车外情况，触动制动踏板视为本次操作结束。你们都辛苦了啊！不辛苦，心凉。怎么了？我失业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是，我快乐。干什么呢？这个垂头丧气的，吃啊，这么好吃啊！吃什么吃啊？那没心没肺，谁吃得下呀？啥意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是买的正经内蒙羊蝎子，说好的让你们补，你们一个一个都不吃，他干嘛呢？这。大王，你多吃点吧。看我们哥仨这状态，现在跟这羊蝎子也差不多了。啥意思啊？你说它是肉吧？你看这大把骨头。你说它是骨头吧？它有点肉。老狼，你是在损我，我听出来了啊！你是想吃肉是吧？你早说卖点羊肉片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他不是那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我们老哥仨现在啊，只够熬点汤，咂摸肉，炖不出大油水了。不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是弄跟哲学似的？哎呀，意思就是，以前咱们是烤全羊大菜，现在咱们是羊蝎子剩菜，还不明白？仨人不没有说明白，倒给我说糊涂了。你说清楚点，怎么了？这是还不明白啊？这叫穷人乐，吃不起羊肉才炖这个呢。你到底给我说糊涂了？你知道今天这车我怎么开的吗？那能怎么上去？9连环，你老狼一把一把打9把打上去的呗。我就点了个火，踩了个刹车，车上什么都没干，车自己进自己出，各种路况全都有应对方法。我跟你说，就连最难走那9连环的路况啊，这车上去一走一个准儿，前方坡度多大的急转弯，具体到什么角度，叫什么驾驶辅助系统啊，
全都精准告诉你。我明白了，有狼碰上对手了，还是个机器人。说实话，比我开好。高精度，6颗北斗校正航向，导航地图实时路况，那精到毫米。自动行车系统，速度堪比5G，这就是中国实力。怎么说他也比我强啊，是吧？我这一辈子靠的什么？经验、眼力。现在呢？这东风185H 啊，全集成模块，一键自检。有问题不用查，不用修，哎，大屏幕告诉你了，模块的编号，拔下旧的，换上新的，搞定。不，疯子，你的意思就跟搭积木似的，就行了。老侯还是你好，无论怎么换装啊，你干啥你都得瞄准吧，你都得瞄准打吧。跟我比起来，他们哥俩那都不叫事儿。老狼，你那叫什么？行车辅助系统，你这儿一键检测，全集成模块，一键自检。而我呢，所有的瞄准工作都集中到一个集成电路里了。瞄准专业，木有了。下岗了？哎，还没有全下岗，陆续有新的装备进来，我去帮人检验，检验完了，歇菜。这新装备还没完全列装呢，等它完全列装了，重新定岗定编。就咱们这几个，还有啥用？喝一个。哎，等会儿。你们说这待机库不会也出现风水电机器人吧？很有可能啊。哎，喝。凉歇了。一会儿，你们将会看到全旅第一辆，也是全军第一辆东风185H 导弹发射车。那为什么会来到咱们战士连呢？老话讲，好的装备要给好的部队，好的装备要给好的人员操纵和匹配。同志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将会学习和掌握新装备的理论知识。我们为大家找到了一名优秀的教员，希望大家在教员到来的这段时间里，把时间掰开了揉碎了，好好的掌握理论知识以及实际操作都给我练到位了。谁将会是东风185H 导弹发射车的第一套发射架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左立，左右的左，茉莉花的莉。我是东风185H 研发中心的工程师，是名理工女，材料学、电气工程学双博士，具备驾驶、侧发控、驾长和通讯4个岗位的1级资质。我希望在以后和大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能够尽我所能，把我所学的知识教授给大家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为新装备的列装做好前站。好。就说这么多。看见了吗？巾帼不让须眉。咱们战士连的这帮大老爷们们，不能给男人丢脸，是不是？是。好了啊，下面根据咱们今年
上报的退伍老兵名单。今年要退伍的老兵们就不参加新装备的学习了。一会儿呢，念到名字的跟左教员走，没有念到名字的继续手头上现有的工作。大家记着啊，保养好老装备也是重要的工作。就这。下面开始点名。袁麦提，到。陆定超，到。张宇，到。刘刚，到。李国涛，到。王斌，到。吴杰生，到。张旭，到。叶新鹏，到。陈光，到。陈立农，到。张振航，到。罗亮，到。刘畅，到。文科，到。李川，到。现在我带大家去拿最新配发的理论教科书，全体都有，很有转，齐步走。大部分同志都去学习新装备了，因此各个班也要打散啊。你们几个呢是连里的骨干，具体打散到哪里，连里是非常慎重的啊。连忙到，炊事班报道。是。李子茂到，招待所。是。欧阳俊到，两项工作：炊事班帮厨，外加营院的打扫卫生。怎么了？没听见吗？是。夏卓到，你呢能力比较强，你呀去待机库，哪个位置需要你，你就去哪啊。连长，我在哪个班？没有班，跟大伙儿一起睡，啊，体力也好，能力也强。到时候呢，大家都在学习新装备呢，啊，因此呢，会有很多岗位出现空岗。你呢，就看哪个岗位空了，你就上去多帮个忙。一旦忙不开了，写个申请，打个报告，我尽量呢，找个人帮帮你。还有问题吗？报告，讲，为什么不安排我们4个参加新装备的学习？刚才说的非常的明白。哎，今年要退伍的老兵就不能学习新装备了。你们4个不是要退伍吗？报告，讲，我没说要退伍，我要去考军校，继续留在部队。那正好啊，你去军校学吧，军校里面也学习新装备。报告，讲，我也没说要走，我也要考军校。好啊，你俩一起考学，一起去新学校学习新装备。报告，讲，连长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的错误我们已经认。啊，行，好了啊，没错，你们没错，我错了，我错就错在把你们几个招进了部队。报告，讲吗？连长，你该怎么罚都行，能不能让我们几个参加新装备的训练？学个屁！好意思吗？就你们也配学习新的装备？有组织无纪律，让你们选个班长，选到最后功亏一篑，怎么着？你们真以为你们舔个大脸好意思在这站着吗？别以为参加了一个发射任务，立了功，受了奖，我就不敢办你们，是吧？不是想闹吗？来，我看看你们几个
能闹到什么时候？解散。哇，这么多班长！哎，这个我先发现，我先发现，怎么样？看着还行吧？相当可以啦，班长给的。那可不要钱的东西啊，都是好东西，对吧？班长，你这又批评我。哎，下次我买了也给你贴。你俩来点不？我不要。大晚上发胖？不会，这卧龙坚果它都是非油炸的，不长。收账好，叫我左丽就行，或者叫我丽姐。有人的时候呢，就叫我左教员。左教员好，左教员好。哎，左教员，我帮你拿。哦，我是卫生员严一斌，这是卫生员王田，这是卫生员钱磊。行，记住了。这是我送你们的见面礼。哎，班长，这不是咱最爱吃的卧龙坚果吗？那个，我睡哪张床？哦，甜甜，把东西收拾一下，搬上铺。啊，哎，不用，我喜欢睡上铺。我们听说您今晚住在招待所，明天才搬过来，都没来得及给你收拾。对，我去了，结果招待所呢，连个热水都没有，整个2层楼空荡荡的。行，我想想就过来了。哎，左教员，听说您是双博士吧？对呀，怎么着，不像吗？一点都不像。那我就应该配个眼镜呗。差不多吧。你看啊，您这么年轻，这么漂亮，还考了2博士。天哪，这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！怎么把这么多优点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？你上次也这样夸班长的啊？对啊，那个这班长就很厉害了，这左教员，他更上一层楼。我算看出来了，整个旅啊，就你嘴最甜。我看你不应该叫王田，你应该叫田王。说你了吧？行了，不跟你们聊了啊，我还去2连办点事儿，等会儿回来啊。左教员再见。左教员再见。 165杠。好的，哎，多少726，连长726是吧？连长，哎，忙着呢。那可不忙着吗？还能玩呢？过2天左力教员要进行新装备的训练，连里面给支持啊！我把新装备各个指标重新校对一下。我不是让你去那个招待所报道吗？去吧，啊！哦，我这不就是马上去吗？去吧，啊，行。89。连长，夏卓没给欧阳俊5000块钱。我让夏卓把钱给他，没给。他不还也行，反正钱都给了。给谁了？夏卓连夜就去了代机库了，听你的话去当万机油了，他挺失落的。我跟连安邦一大早就收拾好行李了，无意当中在夏卓床头发现这个。夏卓把5000块钱给了欧阳俊的父亲。是的。可能是大学到部队，他们俩较劲较了这么多年，烦了也累了。反正这5000块钱已经给了。收不收是他们的事儿，我觉得夏卓给了，他们估计也不会要。连长，不管你怎么理解，怎么看待和处罚我们，我都行。这事儿
我知道了，我看见了，我就必须得跟你说。反正我们几个都到了各自的岗位了，啥时候见面还不知道呢。我觉得这么处理挺好的，让你们离得远一点，彼此静一静。行了，走吧。连长，怎么了？想女朋友呢？啊，旅长，坐吧，坐。旅长，我没想女朋友。想也没事儿，不想才不正常呢。您就别批评我了，我知道错了。我都知道了。怎么，想练新装备啊？是。真要考军校啊？颁奖的时候说的那些话，不是冠冕堂皇的吗？绝对不是。我连一枚导弹都没有打过，绝不会轻易就这么走掉。哎呀，那就难了。这当火箭军的，怎么可能人人打过导弹呢？我必须要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王牌号手，我还没有用自己的智慧服务到这支部队，简直就是虚度。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。真心话？当然。之前我确实摇摆过，想要回学校继续读书。可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《火箭军》这本书更有意思。我相信你。可是我干预不了你们连里的管理和决定啊。我知道，我就继续在代机库当好一颗螺丝钉，哪里需要我，我就往哪儿拧。哦，对了，你对代机库熟吗？熟。好，你跟我来。开门。安检扫描。安检通过。过来吧。是。安检扫描。安检通过。旅长，没想到这儿还有一部电梯。
一提到未来啊，我想过无数可能，会跨山也追风，冲撞一段段旅程。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，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。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，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。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，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。